嚟到我哋第三個部分咯喎，第三個部分咧，因為我自己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啊，所以我就決定唔走啦，繼續坐喺度同阿 Bruno 一齊傾啦。有咩咁值得我留喺度咧？因為就會講到呢一個建立被動收入、打造持續嘅現金流。因為我一聽到嘅時候咧，就梗係覺得好吸引啦，被動收入喎，即係我唔使喐就有錢。躺着去收錢啊！係啦，躺着亦都收錢啊！所以我就要即係問下 Bruno 有啲咩方法。不過首先咧，想請教下 Bruno，被動收入對於我哋規劃退休點解咁重要先？冇錯啦，咁其實被動收入去喺規劃退休重要嘅原因咧，就係第一樣嘢啦，就係頭先所講啦，躺住收錢啊嘛，即係話你唔需要日日翻工，咁都已經係有人幫你努力緊係揾錢㗎啦，咁然之後同你分享部分嘅成果咁樣，咁亦都係即係可能你要諗你點樣去建立呢個係要做一啲嘢㗎嘛，你唔係話突然之間嗰日就退休就諗住就可以有被動收入咁樣，要累積經驗啦同埋時間。包括咗乜嘢咧？可能要先係可能去購買一啲資產啦，即係可能頭先有問到嘅，有朋友問嘅就話咁我會買樓收租係一個方法啊咁樣或者係做啲金融嘅即係投資。咁當然啦，即係基本上嚟講咧，實物資產同金融嘅一啲嘅配置嘅投資。最主要唔同嘅地方咧，就係雖然買樓都有租可以收嘅，如果你租出去嘅話，但係你要記住喎，嗱，金融資產咧就冇乜即係所謂維護嘅支出嘅，即係你唔會話買咗個債券收息，你話我仲要去幫個租客裝修啊，仲要交差餉啊、物業啊呢啲咁樣嘅支出啊，係啦，仲個租客搬走嘅時候，你要去執一執啲油啊，要搞水喉啊咁樣係咪啊？咁好多時候大家嘅即係諗法就計一計就話買樓你個租金回報係幾多喎？但係你就忘記咗去扣除咗可能你要維護間即係一個實物資產嘅一啲額外嘅支出，會減少咗你實際上袋到落袋嘅被動收入。咁所以呢個就係可能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分別啦。咁另外就話可能亦都可以透過就話有啲著作啦，就係有啲我哋而家講嘅 IP 啦即係譬如係出啲書啊，或者有啲嘅自己嘅產品，咁你預先做咗嘅時候咧，咁之後一路就幫你有啲版稅啊，有啲收入咧，就可以有躺住喺度收錢。即係做隻聖誕歌咁係咪啊？係啊，可以買到一個島啊！冇錯，係啦。咁呢啲都好重要嘅。咁再重要了解咧，就話呢個被動收入係需要有個持續性啦。即係唔話今年有，下年就冇咁樣嚇，或者靠佢突然間今年個股市升得好就有一個咁樣嘅回報。咁呢個唔算係一個持續性嘅被動收入啦。咁所以變咗呢幾樣嘢都係好重要去了解，即係其實即係被動收入係之前你要做一啲嘢嘅咁樣。所以嗰個穩定性都好重要，即係唔係話有一個月咁跟住被動收入跟住就冇咗啦咁樣。咁好啦，最重要嘅就係咁點樣去創造呢啲被動收入？有啲咩嘅方法咧？除咗頭先你講嘅，譬如創造一啲 IP 之外，喺金融嘅產品上面咧？係啦，咁喺金融領域上面嚟講咧，咁當然即係要建立到一個被動收入嘅產品，我哋陣間會有7種產品同大家講嘅。咁但係講之前咧，先講講啦，就係話點樣去建立佢啦，同埋每一種嘅工具咧，究竟個運作嘅原理係點樣樣咧？要了解佢哋點樣產生嗰個即係被動嘅收入啦。咁亦都要考慮翻就係可能有啲朋友就會用到派息股，咪就係一啲被動收入咯。或者係咁，究竟係派息股好啊，因為要買債券啦，抑或要去買啲年金嘅產品啦，咁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啦，咁我哋陣間就會一一同大家拆解嘅。Bruno 啱啱講嘅咁多個 terms 咧，可能大家都有接觸過。不過內容係點咧，就真係要詳細啲講，即係有啲咩好處，有啲咩我哋係要即係留意嘅咧。哇！大家都好有 feel 係咪？對於呢個 PowerPoint，冇錯，影低佢翻去咧，亦都可以慢慢再深思一下。咁我哋真係逐個詳細啲講啦，因為我諗呢個都好貼身嘅。譬如第一樣就係個銀行定期存款啦。咁我自己都有擺定期，我想問下我哋嘅觀眾有冇人而家有擺緊定期，可唔可以舉手睇下？
係啦，都好多啦。好多我相信，因為可能大部分大家同我一樣，就係覺得穩陣啊嘛，係咪？即係好低風險啊，直頭可以話係零風險咁滯啦。但係啲息又低咗咯但係啲喎。息而家又低咗啦，咁啊好頭痕啊！係大家到期嘅時候係咪啊？諗緊繼唔繼續擺咧咁樣？咁有時咧啲定期又話會即係轉美金，咁個息又高啲，咁樣啊應該點揀咧？其實呢個要請教下 Bruno。好啊，咁啊嗱，每一個產品呢7個產品咧，我都會分別咧就係講講即係呢個產品佢嘅優勢係乜嘢啦，同埋即係佢要注意嘅事項啊，有啲咩風險或者有啲咩嘅嘢要注意嘅。咁首先嚟講啦，嗱，定期存款就係即係我諗頭先大家都有舉手啦，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啊啲錢擺埋一邊唔係需要即時用嘅，咁啊因為即係活期存款個息真係即係仲低啦，幾乎冇咁滯添嘅。咁你都擺咗定期存款，可能收翻2-3厘息啦，係咪？咁啊，但係定期存款有個即係唔好處咧，就係話佢如果你係擺咗長期啲嘅定期，想攞高息，你擺長期啲嘅話咧，咁你突然之間要用嘅時候咧，可能就會罰息啦，或者係即係冇咗個息啦。咁啊，另外就話即係如果你鎖定咗嘅時候，咁個市況變化，譬如舉例嚟講，你擺咗定期存款，可能而家係2%、3%。咁如果喺減息週期當中，當個定期到期嘅時候咧，下次你想續期嘅時候咧，個息可能即係越見越低都唔定嘅喎嚇，因為曾經2年、3年前咧，曾經就話去到即係個息幾乎係近乎於零㗎嘛嚇。咁呢一年裡面咧，就係即係話舊年啊比較高啲啦。咁但係喺經濟週期個利率週期，有可能咧就話都係從高位慢慢回落，因為美國而家係叫做進入減息週期啊嘛。咁所以變咗有可能如果淨係做定期嘅話咧，當你嘅定期到期嘅時候，就會發覺越嚟越低嘅咯喎。咁你原本每個月可以收到1萬蚊息去支出你嘅即係衣食住行，咁可能下一次續期得翻5000蚊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失咗預算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即係佢係穩定嘅，係啦，即係我意思佢嗰個回報穩定，即係唔會錯啊，係啦，咁但係佢個息口咧就唔係固定嘅，冇錯啦。咁所以呢個又要考慮下。咁第二類咧就係債券基金，係啦。咁我想問下在座有冇朋友係最近有抽銀債㗎，抽到銀債㗎？舉手睇下。哦，都有啲嚇，都有啲。咁嗱，當然債券唔係淨係得香港特區政府發行嘅銀債先至可以用啦。咁基本上嚟講咧，債券有分開咧，就話首先債券第一樣嘢最重要你明白咧，就係嗰個債券係借錢俾人嘅嚇。咁你知道，首先嚟講，如果你借錢俾人嘅話咧，對方嗰個信用好唔好，還唔還到錢，或者還錢俾你嘅機會大唔大咧？咁就好重要啦嚇，即係因為就千祈唔好就贏粒糖就輸間廠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債券最好嘅情況就話你持有嘅時候就每年就派息啦，到期嘅時候就還翻個本俾你啦，係咪啊？咁如果萬一你借錢俾嗰個機構，佢發行債券同你借錢嘅機構，佢個經濟出現嗰個財政嘅情況，咁可能還唔到錢，或者甚至乎咧個債券個評級被降級嘅話咧，都會影響咗你個總回報嘅。咁所以有分開，譬如政府嘅債券啦，有公司債券啦，高收益嘅債券啦，同埋新興市場嘅債券。咁大家要注意咧，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好簡單嘅啫。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嘅。逢親話俾你聽，高收益嘅債券咧，你即刻立刻等同於咧係話嗰個債券質素係低就得㗎啦。係。即係千祈唔好淨係聽到即係話高收益債券喎，即刻眼睛即係發亮咁樣。即係有人話俾你聽，高收益咧即係話低質素嘅債券先要俾高息去吸引你嘛，係咪？咁即係你值唔值得投資，或者係有冇即係有冇呢個可以承受呢個風險嘅能力咧？咁都要注意啦嚇。咁而債券本身嚟講咧，就話首先債券嘅好處就係有啲朋友都問，咁債券同我做定期有咩唔同啊？咁一般嚟講，債券嘅年期長期啲嘅即係話如果我哋係進入一個減息週期，咁即係話咧，而家你可以透過投資一啲比較長期啲嘅債券，譬如3年或者5年嘅債券，去先鎖定咗相對比較高嘅息率。咁即係話，萬一因為通常定期存款你都係做1個月、6個月、1年啦，係咪？你唔會做5年嘅定期存款啊嘛，係咪？咁所以變咗嚟講，你債券就可以提供到一個你鎖定嗰個利率係比較長嘅時間。
即係萬一個利率跌，你都可以已經鎖定咗3年或者5年一個比較相對高嘅利率，或者你滿意嘅利率啦。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債券本身嚟講咧，除咗佢係鎖定咗利率之外，假如佢係冇即係財政嘅問題，都到期可以還本嘅話咧，當嗰個外圍嘅利率改變嘅時候咧，其實債券除咗收息之外咧，仲有潛力可以賺到價㗎喎。即係唔係淨係收息嘅，即係都有機會係賺埋價。咁但係我想問個門檻高唔高嘅咧？其實債券嚟講咧，個門檻就唔係好高嘅。咁啊，譬如啱啱頭先大家有講過，有抽銀債啲都係即係1萬蚊一手啦。咁有啲其實一般嘅債券嚟講咧，可能就係10萬蚊港紙啦，或者係即係如果外國嘅債券或者政府債券嚟講咧，可能即係就需要係100萬港紙咧去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個門檻你未做過，可能又唔想將個雞蛋放喺即係所有雞蛋放喺一個籃子嘅。咁買一間公司或者一個政府嘅債券，唔係好知道點樣揀咧，咁當然都可以透過一啲即係基金債券基金去等專業基金經理去幫你去管理都可以嘅。咁所以債券基金咧，即係直接買債券，因為透過債券基金去做咧，都係一個選項啦。咁債券當然就要注意啦，就話頭先所講。利息減嘅時候，你就鎖定咗高息，好開心啦，係咪？甚至乎減息嘅就係有機會賺價噶嘛。咁但係如果調翻轉，當加息週期嘅時候咧，就盡量咧就係唔好買咁長期嘅債券啦，因為你如果俾你5年係得2厘息嘅，咁萬一個利率增加嘅時候，由2厘升到5厘嘅話咧，你只係5年收2厘息咧，個價錢就要減價先至可以賣出，就如果唔係咧，就冇個流動性喺度。咁所以注意，即係話喺個利率同埋經濟週期就會影響你個決策，究竟你要買長啲期間嘅債券啦，抑或短啲期間嘅債券啊咁樣。咁呢個大家都要做啲功課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年金嘅系列啦，係嘛？即係嗱，年金咧，我諗相信近年都多人聽到啦。咁亦都有個迷思就係話，年金嘅回報係咪一般都會比較低咧？不過有時又聽人講，喂唔係喎，都可以扣稅喎咁樣。咁其實係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啊？係啊，咁啊年金嚟講咧，就係頭先 Kitty 都有講啦，有分可扣稅同埋非可扣稅嘅年金嘅，因為即係香港特區政府有個限額，每年6萬蚊嘅扣稅嘅限額啦。咁唔係扣6萬蚊稅，係扣6萬蚊嗰個即係報稅嗰個收入嗰個部分啫。咁如果你係15% 稅嘅，咁你6萬蚊就大概1萬蚊啦，慳到1萬蚊嘅即係稅啦嚇。咁呢個年金咧就係頭先講。定期存款可能就時間比較短啲，債券可以長少少。咁年金通常都係比較長期嘅，係講即係成個人生嘅壽命嘅年期都可以收到呢個年金啊。除非你係揀咗個固定10年嘅年金啦嚇。如果唔係，一般嚟講比較就係一啲長期嘅即係年金發放俾你。咁呢個年金本身嚟講咧，就係俾到你一個穩定性啦。咁同埋一個可預知嘅一個數目嚇。咁你可以即係有預算嘅。咁年金咧就一般就係保險公司就係發行嘅，你同佢買咗個保險嘅產品，佢一個年金嘅產品，咁然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個保證嘅每年嘅一個即係發放年金嘅銀碼啦，同埋亦都有一個非保證嘅部分，咁就視乎個保險公司將你嘅錢去做投資個回報好唔好，咁然之後咧就係俾到你有一個可能會有一個額外嘅非保證嘅即係年金嘅派息嗰部分嘅，咁呢個你要注意。咁佢最重要嘅好處咧，就係俾到你一個穩定性同埋一個確定性喺度。起碼嚟講，即係最基本嘅保證年金嘅部分，每年派到可能百年歸老嘅時候，都會派到落嚟啦。咁樣，咁呢個係可以知道嘅一個數目。但係個唔好處就話，你個靈活性就會喪失咗啦。因為通常你參與個年金呢啲保險嘅產品咧，就係已經係你決定咗要做一個即係一路嘅延續到即係長期嘅一個合約。咁如果你中途改變主意話，突然之間哇股市好喎，我想攞翻出嚟去投資，咁就會有好大嘅罰款喺度嘅。因為點解啊？因為保險公司攞咗你嚿錢，佢做咗啲好長期嘅投資，佢唔係你突然之間要停咗佢就要將啲長期投資去攞翻錢出嚟俾你噶嘛。咁佢可能都會承受一啲保險公司嘅虧損，可能就喺呢方面咧反映到你解約嘅時候咧就會有個罰款喺度，咁就冇呢個靈活性啦。即係簡單啲講。
買年金就唔可以彈出又彈入㗎啦。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你要諗清諗楚，真係要做呢樣嘢啦。OK，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聽阿 Bruno 咁講個性質就同你即係買股票嗰啲、買債券嗰啲就唔可以直接去到比較啦，因為性質都好唔同啦。咁跟住落嚟咧就都我諗相信大家都有涉獵下啦，就係講啲高息股啊。又想問下大家有冇持有一啲高息股啊？而家嚇，即係減息週期係咪有啲股票有派息嘅，收下啲高息股咁樣都有啦。有少少。咁但係咧高息股大家有可能會驚，就係賺息就蝕價，因為嗰個股價都會波動噶嘛。即係高息股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啊、板塊啊咁樣樣啦。點樣去揀呢啲高息股？係嗱，高息股或者有派得比較相對比較高息嘅一啲嘅股票類型啦，就包括咗我哋講嘅高息股啦，即係公用股，就係一般嘅常見嘅就係高息股啦，或者啲即係金融類型嘅公司都有啲係派比較多嘅息啦，亦都有一啲可能係即係我哋譬如領展呢類型嘅咁樣嘅，我唔係講領展你又要買啊，只不過係房地產嘅舉個例信託，唔使緊張。咁樣佢打包好多嘅房地產，佢有租收嘅，然之後將呢個租金分翻俾你嘅，亦都有高息比較相對比較高息派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所謂常見嘅即係有派息嘅股票或者高息股。但係要注意喎，呢啲嘅係冇保證嘅嚇。首先嚟講，冇保證係兩個部分冇保證。第一個股價係冇保證，即係頭先 Kitty 都有講啦，可能你賺咗息就蝕咗價，即係有機會因應佢嗰個行業啊、間公司嘅管理啊嘅前景咧，係影響住佢個價格嘅波動。第二咧就話佢嗰個派息咧，亦都冇保證嘅嚇，即係唔一定會派息俾你，或者派息嘅比率唔一定係50%嚇，因應翻個情況會改變嘅。咁呢個都係要注意啦。咁好多時候大家就係會諗住諗住買啲高息股就擺埋一邊唔使理，其實買乜嘢都要理嘅啊。係，同埋你啱啱咁講，我即刻諗起有啲派下唔派咧，係啊，個股價仲即刻跟埋跌添啊！當然啦，因為啲人買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派息㗎嘛。即刻走啦啲錢啊！咁但係咧，我亦都有時即係我做節目咧，聽到一啲觀眾會問問題啦，就高息股唔怕嘅，我黑埋眼收息㗎嘛，但係佢個股價又會喐喎。咁需唔需要止蝕嘅咧？即係有時即係短線嘅股票啊，去到某一啲位可能就要止蝕啦。咁如果我真係一嚿錢係買高息股嘅，又係咪咁樣操作嘅咧？其實任何嘅投資類別都冇話即係天長地久嘅啊。咁即係我記得入行30幾年前咧，就係講股票係長線持有嘅。咁但係即係我發覺因為即係市況即係非常之波動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都覺得即係大家真係如果做投資尤其是係咁重要。要退休嘅即係嘅老本嚟講咧，就真係要睇緊少少，唔好諗住就買埋即係放埋一邊就擺喺保管箱，唔好理佢，就千祈唔好咁樣，即係唔好咁做啦嚇。因為個市況啊、行業啊、公司都有好多因素影響住佢嘅，或者有更加好嘅機會你可以利用呢個資金嘅。咁所以變咗都應該要久唔久睇一睇啦，做翻啲回顧都好重要嘅。好，咁跟住我哋就睇下一項啦，就係呢一個多元資產基金。係啦，咁啊又請阿多元資產基金，咁在座有冇朋友係有買過呢啲嘅多元資產基金，有每月派息啊咁樣㗎？都有啲係嘛？咁其實強積金裏面都有呢啲咁樣嘅多元嘅資產，即係 DIS 頭先所講嘅，即係預設投資嘅選項咧，其實都某程度上係好類似呢類嘅有股債啊、平衡啊唔同嘅工具喺裏面嘅。咁呢啲所謂多元資產嘅工具咧，就係首先佢係集體投資工具啦，即係話集合咗唔同嘅人嘅錢夾埋一齊，由個專業嘅基金經理幫你去管理，咁因應唔同嘅市況去投資喺唔同嘅地區或者唔同嘅工具裏面，咁呢啲工具大部分都應該係有一啲派息或者係收入裏面咧係能夠集合埋一齊分配俾投資者嘅。咁所以呢啲嘅工具嚟講咧，就係佢可能有每月啊或者定期嘅派息啦。咁亦都好似頭先所講啦，呢啲嘅派息咧係未必係有保證嘅喎，可能高或者可能低。咁亦都有可能咧呢啲嘅派嘅息咧，有啲就係市面上我知道有啲派息咧都幾高嘅。咁咧就即係有可能喺個別
別時期咧，甚至乎派嘅息咧係高過佢嗰個基金所有嘅收入嘅喎。咁可能喺從個本金裏面咧係搣翻出嚟派翻俾你。呢個有聽過。係啊，係啦。咁啊，因為基金都有喺邊度嚟嘅咧？有管理費啊，啲息喺邊度嚟啊？咁啊呢啲都會影響住，即係唔係淨係話每年就係派幾多 percent 息咁就即係就好開心咁樣係嘛？都要注意翻、了解翻嗰個派息嘅來源喺邊度嚟，同埋會唔會係因為派息過高咧，令到佢嗰個本金咧係一路咁樣下滑？呢個都好重要嘅。咁另外都要睇翻，即係佢如果喺個組合形式嘅，有股票、有債券投資喺唔同嘅地區咧，呢啲下面嘅投資嘅工具本身嘅波動咧，都會受住市況嘅影響噶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係呢方面都要大家注意，唔好淨係顧住即係個派息嘅息率係幾多高低嚟到決定去買邊啲呢啲所謂嘅多元資產每月派息嘅一啲基金啦。所以聽到呢度咧，我諗 Bruno 都重複咗幾次，就係一聽到高息嘅時候咧，大家就唔好即刻即係合埋眼衝埋去先，反而係停一停諗一諗，點解呢個產品會有高息嘅咧？啲息係喺邊度揾嚟派俾你嘅咧？咁樣。咁不過頭先 Bruno 咧都講咗有唔少嘅投資落去嘅金融產品嗰度，可以帶嚟一啲嘅定期嘅回報啦，有一啲嘅現金流可以留翻俾我哋啦。咁但係咧，我知道其實有一啲長者嘅情況咧就係相反嘅，佢咧就冇咁多嘅現金喺手，冇咁多嘅積蓄喺度，亦都冇收入㗎啦。咁但係反而咧佢就有資產，譬如佢已經即係辛苦工作咗好多年啦，就供滿咗一層樓喺度啦。咁喺呢一個情況，咁又可以點樣幫佢哋製造被動收入咧？好啊，咁啊，頭先我哋所講嗰5種工具咧，都係透過即係你係一個金融資產，你要拎嚿錢出嚟去買呢個資產，然之後先至產生嘅現金流噶嘛，係咪？咁但係呢兩樣嘢咧就有少少唔同喎。你已經有嘅資產，但係呢個資產可能而家嚟講未必俾到你嘅現金流就算你買一層樓，你話本來有租客嘅喎，但係個租客移咗民喎，咁而家又等緊放租，但係又未租到出去喎，或者你想放個租金，人哋又即係想俾低啲喎，又唔肯租出去咁樣，咁所以有咁嘅情況，或者係譬如如果你係有一啲非自住嘅物業先算啦嚇，咁但係而家又可能係佢本身嚟講，我要維護嘅時候要花錢啦，跟住又點樣嘅時候咧又冇現金啦，咁就好頭痛啦。咁有一種工具咧就係我諗大家都聽過㗎啦，就係即係我哋所講嘅退休三寶。我哋頭先講咗個年金啊嘛，咁而家呢個第二寶係乜嘢咧？就係一個逆按揭。逆按揭有個好處咧，就係你可以繼續，如果你係自置物業咧，你可以繼續住翻喺間物業度。即係你可以，即係你好熟悉嘅環境你住翻喺度直至即係百年歸老咁樣嘅。咁變咗咧呢個嘅安排咧，除咗你可以住喺度之外咧，佢仲會因應翻你嗰個物業去參與呢個逆按揭嘅時候咧，去計算到你每年可以攞到有幾多嘅現金流。咁呢個咧就係非常之好啦，即係你能夠活化咗你嘅資產，即係將一個本身你住喺度，但係你自己冇理由俾租俾自己噶嘛，咁你自己俾租俾自己都係糖水滾糖魚啫。咁但係如果你能夠繼續住喺度當你供滿咗啦，繼續住喺度，但係又俾到你一個現金流嘅話，咁亦都喺如果有剩餘價值都可以俾翻你嘅即係嘅仔女嘅話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能夠產生現金流一個被動收入，亦都可以動用到你現有嘅資產，活化咗佢嘅一個方法。好啊，仲有好少嘅時間，不如等下 Bruno 咧講埋最後呢項啦，保單啊。冇錯，另外逆按計劃係啦，咁除咗有啲朋友有樓自住之外，可以活化佢產生現金流以外咧，亦都有啲朋友可能話我一早已經供咗啲保單俾我啲小朋友嘅受益人㗎喎，咁或者做一個傳承嘅安排。咁但係發覺供完咗之後，咁我已經供完啦，咁但係嗰個即係我買嗰個保單係一個即係又唔係一個年金類型嘅保單喎，咁佢又冇產生一個即係現金流喺度，咁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就呢個所謂保單嘅逆按咧，其實都係一個對於已經供滿咗嘅人壽保險咧，係可以咧係攞翻一個即係其實係一個貸款嚟嘅。其實透過呢個保單嘅逆按咧，就係貸款，咁然之後佢俾翻你一個現金流，每年即係一個咁樣嘅現金流去支持你嘅支出。咁個好處就係話你除咗有現金流之外咧，個保單仲係生效噶嘛，即係佢唔需要斷咗張單。咁即
係話咧，如果真係到係一個情況出現啦，咁可能你嗰個受益人咧就會睇翻有啲咩剩餘價值啦，將嗰個你已經喺個保單逆保單呢個貸款嗰部分還咗啦，剩餘嗰部分咧都可以俾翻相對你指定嘅一啲嘅受益人嘅。咁呢種嘅保單逆按咧，亦都係可以活化到一啲現有嘅資產，而同時期咧亦都可以產生一個即係現金流俾大家，係作為一個即係被動收入嘅。任何呢啲產品咧，除咗一個運作係點樣同埋風險要注意之外咧，仲要注意個收費嚇咁即係當中嚟講你都要問清楚究竟嗰個牽涉嘅收費係點樣進行啊？好，唔該晒 Bruno 咧，咁詳細同我哋講解咗咧呢啲被動收入唔同嘅類型啦。咁啊，大家翻去咧又可以即係諗下、考慮下邊樣係適合自己嘅咧。